嘴巴小男童的口腔牙龈红肿，还有些微的出血，喉咙里头破洞长水泡。它这个的特点，它口水流下来，有那种疱疹性病毒的，第一型病毒都会有这些水泡。另一个小男童则是嘴角连长好几颗小水泡，他们是13个月大的双胞胎兄弟，连续好几天高烧不退，嘴巴周围、喉咙里头都长了水泡，父母赶紧将人送医。那2个小 baby 的话是都有发烧，所以2个应该同一个时间是被感染的。医师诊断双胞胎兄弟俩是罹患疱疹性齿龈舌炎，但这个症状属于接触性的传染。医师揪凶手，原来是他们的爸爸。有跟家长询问说有没有人得纯疱疹，但是因为阿公阿嬷跟妈妈都没有，但是大家面面相觑，就看到爸爸嘴唇上面有一个水泡，所以才发现说原来是爸爸2个星期之前有长纯疱疹。爸爸的嘴角还留下结痂的疱疹，平常他下班到家就会亲亲宝贝儿子，因此间接将病毒传染给小兄弟。不建议说去亲吻小孩子，或者是接触小朋友的小 baby 的时候，尽量要都多洗手。成年人感染病毒通常只会在嘴唇的周遭长疱疹，但5岁以下的幼童要是感染疱疹，就容易长到口腔、喉咙里头。要是家长曾长过疱疹，除了避免和孩子有嘴巴的亲密接触，也要勤洗手、勤漱口消毒，否则爱孩子的行为反倒害惨宝贝吃足苦头。华视新闻赖曼妮谢宪宗台中报道。